好，咱来看一下善导大师讲的法师传内底就讲到这句话：弥陀佛愿力是该平等，阿弥陀佛伊的愿，什么愿？用伊成就了名号，要来救度一切苦海众生。伊是平等哦，伊的愿是伫遮。你只要若念佛，我就绝对要互你靠，我要救你安尼。这个力就是伊成就迄个名号的功德力，迄个力伫倒伫名号内底安尼。伊将伊调在万劫的时间的修行累积的功德，拢甲伊集中放伫这名号，所以名号有力啊。你若名号无力，就念你家己就好啊。你念看卖啊，佮无路用，无路用安尼，伊都甲你讲无路用就对，对不对？是你念阿弥陀佛有力啊。即马现在咱若在生，比如讲哦，咱若当着有灾难的时阵。危险的时阵，吼意外事故发生的时阵，这是咱人无法度去改变的。但是你真临急的当中，阿弥陀佛安尼发出来就对，马上迄灾难停止，你就方向化解啦。你跳过这个劫数的，你看名号的功德来偌大。你若念这句佛的时阵，哦，护法拢来甲你照顾，25尊的菩萨呢来甲你听笑。所以你有自然安尼，伫这个真压榨、真无助、真痛苦安尼时阵，啪，马上去跳出去。所以为什么名号？哦，伊代表了阿弥陀佛的生命，代表阿弥陀佛的功德。所以伊的愿甲伊的力，伊是平等，拢无分别对待一切众生。咱这个世界众生，其他世界众生，包括伫五鬼界。地狱界，甚至是精神界，所有一切众生，伊拢平等甲你救度。你好嘢善者，你是程度好，程度歹，拢平等甲你救度。所以佛为什么讲你都正念伫来，我来互你？以你现在身份免改变，来，你来就好。啊，免怎来？我就念佛讲我安来就好啊。佛祖讲安尼，我就救你就对，我来保护你，疼惜你就对。佛第一句话。都甲你讲啊，较详细。但是回心花主旁呢，你只要树立家己本身一定爱哦。要什么回心？我愿意要去就对。为个人念佛是啥？为着要大富大贵啊，要出好子孙啊。但是佛祖讲，唔是我要用这名号，是要念的人，互你去西方净土去做佛祖，是做佛较好，还是要搁继续去做官啦？要有名望地位，有财富，你爱多一种？我当然没乱来去做佛啦，你睇呢？但是伊甲你讲哦，你念佛了，你只要使你自己回心，你回心转意，去恶向善，我都是要去西方就对。花主旁，安尼你的莲花，就你家己掌握伫你的手内底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愿意要去，佛绝对袂使甲你放散安尼。伊甲你讲条件，我甲你承诺答应的代志，你念佛，我救你。所以你的莲花伫你的身上涌现开来，产生出来，迄是你家己的。就当下甲你讲你念佛，但是你也无要去西方啊，你是求其他的代志啊。那安尼，你无法度去，你袂使见解我呀，袂使讲阿弥陀佛，你哪无慈悲？唔是，是你无愿意去。所以要去西方还是唔去，是你家己的决定的。我要顺佛的愿，我要念佛，然后我意向就是要来去西方。你已经决定了，这个叫做花主旁。你花就是捧伫你的手的，不是别人给你的。你只要有花心，花就是你家己捧你家己的。这意思就是讲，莲花就开啊，就对啊。掌握在你自己，不是你控制别人的手的。花心就是伫咱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五浊恶世这个世界，我不爱去贪恋啊，我不爱去追求啊，我回到转来心向西方安尼，叫做回心就对。有个人哦，怪异我这囡仔事世，我怪异这个什么家庭，我怪异这资财，我怪异这事业是安怎，拢全的怪，迄个心三心两意。有一天无常成熟的是无常，就是你戒指一断开啊，马上要离开时，你若是迄个心放伫这个人世间内底，你要行的时阵，安尼你会挂来，你的灵魂跳袂开啊。所以咱一定要知影，人生宛如一场戏啊，有人悲哀，有人喜啊，千万唔好太在意啊。
生活好歹是由你自己，因为迄假啊，你欢喜嘛是一时间尔尔，念咪伊就个变化多端，无可能欢喜甲真久长真清在就对。念咪好，念咪歹，念咪成功，念咪失败，念咪有钱，念咪善家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无常啊，世间是无常的啊。所以你若知影，你千万唔好太在意。生活好歹是由你自己，你自己看会开放一下，你就快乐啊。所以各位爱记哩，你只要若回心转意，你花就是伫你的手的啦。一念逍遥快乐国啊，一念你只要讲我愿意要去就对，我要好念佛，安尼迄个念头逍遥，各位真自在。真无挂碍，真轻松，真飘撇，你直接就到快乐国西方净土了。毕竟相安无退动啊！伊讲最后终其尾就对，你拢时常伫遐安安稳稳、快快乐乐、幸福自在，无个退动啊！各位，咱想，咱就关乎众生，念咪若有念，感觉我有信心；无念，咱就个退转。啊，环境若好，今仔日真欢喜安尼，开怀大笑就对。啊，若是不幸的时阵，压榨的时阵，或逐工郁卒咯、伤心哦、痛苦、打击哦，各位，咱进退退，各位，对不对？咱是满身的罪恶，所以咱无清净，所以烦恼啊。咱若是好好念佛，啊，你去快乐国西方的叫做世界。毕竟最后终其尾，一定时常非常的稳定安乐，袂过退动啊。迄个心道心永远袂过改变。去到遐了，佛甲你加持，观世音菩萨讲经互你听，所以你的业就消啊。你袂过去受外口的影响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光明的，上重要，心是安乐的啊。各位知道吗？这一章就非常精彩，对不对？咱赶快，咱将这个功德回向，好，十方众生，好唔好？好，阿弥陀佛。